大家好，我係 Doris 老師。今日又係我，讓你空下來運動哦。實實行起來，做唔得難事哦。我準備開始咯。踏冰，耶！養成每一次動作都要做暖身的好習慣，可以幫助你減少運動的傷害。Right， 蹲起，先讓你的大腿熱起來哦，拉長你的手，好充電，好充電，左手，你也叫，將手片。有没有连续做几天下来啊？觉得自己的体力变好了那么一点点啊，柔软度也好了那么一点点啊，双脚踩稳，还有你的屁股有比较能 Q 吗？屈膝 ，Yeah， 准备好吗？我们要做抬膝喽。把你的屁股斜斜的往后放，然后把你的背打直，把你的左脚往后，骨盆先回正，脚跟离开地板。你的背呢？哎，动强哦！来了，短片。Yeah， 蹲，哭落去，哭落去。拉长，加上你的脚。洗张哦，屈膝，臀部前后推，放松你的肩膀，踏抬膝，地板上那只脚膝盖要是弯的哦。然后把你的嘴巴张开，吐气。右脚放后，骨盆正。也把你脚跟提起来哦，很棒。放松一点点你的肩膀。来喽，准备喽，哈，有热起来了吗？准备开始喽。好，右脚踏点踏点踏点，后推，转过100哦，踏点，从中间压右左，总共几个？4个，加快，1、2、3、4，后退。好，向前来哦，后退，这一次加上你的手哦，有一点小问题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多练几次，横的、直的、横的、直的，哦，再给你2次机会，差点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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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如果说手跟脚真的没有办法汇合怎么办？做脚就好。哦，做脚就好，可以吗？这是第一个动作，我们再一次哦。第一个动作可以哈。第二个动作要蹲下去，拉开，再一次蹲下去，
做你的大腿，做你的屁股，哭落去。One, two， 像超人一样飞出去。来，蹲，一、二，再一次，巴拉巴拉，蹲，下下，加快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再一次，一二三四，你有蹲下去吗？哭了皮哦，哎呦，这样哭还蛮不好看的。可是这个动作啊，对我们的大腿、对我们的屁股非常有效果哦。好，说着说着，等一下把第一个动作加第二个动作加起来。第一个动作，踏点4个，1、2、3，后退4步，哭落去，嘿嘿，哦，做对吗？动强哦，上来，踏点。嘿，嘿，后退，哭落去，你还可以出声，懂得吗？来哦，还有2排哦，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嘿，嘿，嘿，可以吗？最后一次，4、3、2，踏点，1、2、3、4，后退4步蹲，嘿嘿，来，我们准备最后一个动作，右边握，停，1、2、3并，再来哦，左右，1、2、3并，啊，好像不知道干什么，对不对？1、2、3并，再来喽！1、2，有没有？是把脚往外再拉回来，耶！1、2，注意看我的脚尖。好，发生什么事？左右脚尖有没有？肩跟肩并，肩跟肩并，肩跟肩并，脚尖、脚跟、脚尖并起来，脚尖、脚跟、脚尖并起来，可以吗？2、3、4， 2只脚都要弯弯的。1、2、3，加快。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好，踏步，踏步。哦哟，开始已经乱了。哎嘿，肩。1、2、3。1、2、3，把刚刚动作加起来，开并开并，脚尖脚跟脚尖，可以哈。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动作，准备喽。右脚，1、2、1、2、3，换边，1、2、1、2、3，嘿，很棒，你会了，你会了，很强，紧在动强，2遍加起来没有停，右，1、2。1、2、3， 1、2、1、2、3，或1、2、1、2、3， 1、2。嘿，如果可以的朋友，加上你自己的 feel， 就是你自己的感觉，把你重心往下，膝盖弯，耶，再2次哦，右。1, 2, 1, 2, 3, hey, yes, boom ba, right? Oh， 找到吗？全部把它加起来，好，我用记得嘞，用个3，我伫俩，我老你讲，踏点开始，6踏点，后退4步。打开你的脚，再一次哦，踏点，嘿，嘿，嘿，后退，蹲，嘿，右并 ，1、2、1、
起来，做2遍。这个自己来，做2遍，可以哈。右手借我，没有为什么，打拍子而已。哈哈，换边，耶！准备了，准备了，5、6、7，嘿，后退4步，蹲下去 ，Superman， 嘿，1、2。做2遍哦，后退，蹲，嘿，右，1、2，嗷，可以吗？走得吗？哦，动降，耶，嘿，拍。今天的动作。还可以吗？有放题吗？吸气，这个动作也是偏比较像无动有氧，对，加上你的 squat 这里有没有？做你的屁股有一点点雕缩的感觉，希望你今天会喜欢。下日拜，整个来跳舞哦，再见，拜拜。